去年开始，中国甚至有所谓的停电，他是想停就跟你停哦，一个礼拜停3天4天是家常便饭，他是不会管你经济的发展怎么样，他也不会管你工厂能不能开，他说今天想给你停就给你停，今天早上一大早听通知来今天停电，你就得停电。那个时候我就准备要走了。到了今年的所谓上海封城，更让人觉得共产党他是为了维稳无所不用其极，让中国整个经济就这样瞬间就冻结下来。但是他不在乎啊，因为这是你的人民的事，跟我没关系啊。习近平要的是维稳啊，什么维稳？因为他要登基嘛，他20大之后他要登基嘛。我今年60岁了，我叫廖金章。我在中国工作了25年了。我原先是从事的运动鞋的生产，我还做了一个化工厂。那我在今年4月份才回到台湾的哈，我后悔去中国。其实疫情之后，中国的生意就不好。疫情爆发前1-2年，生意并不影响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竞争对手东南亚早期是没有产能的。所以反而很多订单是转回中国的。最差的是去年开始缺电，一个礼拜停3天、停4天，他想怎么停就怎么停。你说工厂怎么活？到今年3月，他不是开始封城吗？封城之后，我就觉得说这个政府已经没有救了，因为他整个百业萧条到我认为已经没有可能再恢复了。这个已经是被他踩到脚底下哈，把它踩烂了。你重新要再把它组合起来，怎么可能？都被你习近平一脚踩烂了，还怎么组合起来？所以这一波就是把整个采购商也都往东南亚赶了，因为没有人敢在中国下单了，因为下在中国单我是要第一，我本来就有行业风险；第二，我还有你制度风险，共产党制度的风险；第三，还有傻子风险。什么叫傻子风险？习近平今天给你封城，明天给你停电，这个是最不可控的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傻子明天想干嘛，前景就是崩塌。他们不是在讲什么硬着陆、软着陆吗？根本就不是要着陆，那叫坠毁。台湾的朋友在中国的生意基本上剩下不到2成了，不是少2成哦，剩下不到2成了。而且这一次坍塌的特别彻底。他当然跟你讲下半年会好，我跟你讲不会好的啦，怎么会好？很多人觉得说台商去大陆经商哦，他们会觉得你是不是投共？其实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个时候台湾请一个工人，中国可以请50个工人，这样的差距。人工成本的差距、工厂租金的差距、各方面的差距，我的竞争对手只要到中国去设厂，我不去不行啊，因为他报价就比我便宜很多啊。所以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流行一句话：到中国去找死，到台湾等死嘛。这不是说我们对中国特别向往啦，我们要去大陆啦什么，真的是你要么就结束工厂不做了，要不然你就得随着大流到中国去啊，是这样一个背景下，最大的损失就是我把我的青春，还有当年的去开厂也要带一点钱嘛哈，基本上都亏得差不多了。我得到我认识的共产党，我知道这样的制度对人民有多少残害。共产党是无药可救了。共产党你只要拳头比较大，他就听你的。我是警告世界各国哈。跟共产党打任何的怀柔政策都没用，共产党就是比拳头的。其实你在中国，你只要越聪明、越透彻的，你会越痛苦，因为你知道共产党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他政权的延续，他没有一点是为了人民着想过，一点都没有。但是他还是告诉你们啊，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啊，有95%是相信的啊。但是看懂的人他会很痛苦，因为你活在谎言当中。一般人如果没有很关心时政的话，很多人还看不懂局势，他们还跟着中国一样，共产党很厉害啊，共产党会带人民走上什么？他们都觉得现在是中国最好的时候啊。有很多被洗脑是这样。我是有点大无畏的精神啊，但是我的家人确实有这方面的恐惧，一直都有哈。但是我是觉得我在中国都没怕过你，我在台湾我怕你什么，是吧？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人该做点事了，而且我们也是个退休的人啊，这一生也差不多要过去了，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了。
为了你的子孙啊，我要把这块土地留给我的子孙，难道不用付出代价吗？